这鼎便是本王地宫中的真鼎，难道你能拿出祭出金人的真鼎？当然。什么？你能拿出来？神鼎在此。一这是神鼎。你拿一个尿壶就说是真鼎，你这是在戏耍我们吧？来人，把这3个朝廷重犯拿下！诸位大人不要害怕，难道诸位大人就不想看一看，当年的日月神鼎是如何变成小尿壶的吗？你们想看他的妖法？六王爷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们不妨看一看天目铜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若他说的没有道理，那我们自然不会承认皇权的正统性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有道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变一变。如果变不出来，本王将你碎尸万段。谨遵六王指示。哎呦！来！你看，果真是天意呀！真是鉴定真龙天子的宝物。这是给小皇子御用的，要好生保管。好，谢皇上。去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如此啊！天目铜，你想只一个幻术，就让我们相信这神鼎能变成尿壶？我看你是在用妖法糊弄我们。看来六王依旧肯定小蘑菇的鼎不是真鼎。你让本王相信一个尿壶就是真鼎，那六王就认为自己的鼎是真鼎吗？你不是说真鼎能招出金人吗？如果你手上的尿壶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它是真鼎。也就是说，六王殿下也并不确定自己的鼎到底是不是真鼎。所以，如果小蘑菇的鼎能够召唤出金人，那小蘑菇就是这皇位的继承人。只要你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他是皇位的继承人。小道现在需要5升之血，还有召唤金人的祭祀台。还有血啊！有血呀！哎呀，你看这，还有血啊！血啊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做反了！哎呦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你看看，你们是来证明我的身份的吗？
你们愿意为我保驾护航吗？愿意。退下吧。原来小蘑菇是我的哥哥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才是真命天子，我才是正统的皇帝。你们还不跪下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六王，你还不服气吗？从今日起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天目同巡鼎有功，特加封国师称号。云香容乃瓦剌间谍，罪痕累累，立即将他捉拿问罪。皇上，皇上，这云姑娘一路上救驾有功，还请皇上网开一面。国师不必求情，朕自有打算。皇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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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皇上驾到！几个时辰了？回皇上，已经5个时辰了。皇上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你今天惩罚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开心？那既然开心，为什么不笑呢？笑。笑！小蘑菇，师父，小蘑菇，这些人虽然伤害过你，但他们罪不至死，你何故如此对他们？你叫我小蘑菇，我很开心，也很欣慰。我还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小蘑菇，但这些人，他们天生就该死，他们都是恶人，恶人就要折磨死他们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待云姑娘？她可是曾经救过你。她也害过我。师父，我封你做国师，你没有真心实意地感谢过我，一直在想着云香容，想着和她双宿双飞，远离我，对不对？既然我留不住你，那我就把她关起来，我用她留住你，总可以吧？小蘑菇，你变了。不是朕变了，是你这个小道长跟不上趋势了。皇上，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
是我看走眼了。皇上，还让他们爬吗？爬，永远都不要站起来，爬到死为止。是。云姑娘，你来了。我让你受苦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不怪你。你说人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？权力作祟。我在后宫待的时间比你长，见过太多人得到权力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不会的，小蘑菇他不会的。你还相信小蘑菇？他不可能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他一定会放你出去的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宫，我带你云游四海。我骗过你。小蘑菇的真实身份是我告诉六王的。当时他以折磨宁妃来逼我就范，这件事情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怕说出来你会厌恶我。那现在你说出来，就不怕我厌恶你吗？也怕我根本就不值得你救。皇上，不知请本宫过来有何事？虽然15年前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本宫却视你为己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把你当亲生骨肉对待。哼，你要做我母亲，我不一定认你这个母亲。而且都知道，皇后对我的母亲李妃恨之入骨，当年莫名流产，暴毙身亡。想必皇后也动了不少手脚吧？还是说皇后就是罪魁祸首呢？皇上冤枉，本宫确实与李妃不和，但是我并没有伤害她啊。那是谁害的呢？本宫实在不敢说。六王和皇后关系这么亲密，想必六王也都知道。要不六王，你说说看。皇上误会了，我跟皇后并不亲密。是，不亲密。当时我被困在六王府的时候，我可亲眼看见你们两个在床上。难道这还不亲密吗？皇上明鉴，当时这女人她的需求太多，趁皇兄出征之时，她就缠着我。皇上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你，六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怎么能辜负皇后呢？臣确实对不起皇兄，但求皇上看在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份上，臣愿意削去爵位，做一个平民。只是你终究给父王戴了顶绿帽子，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我绝对不会说出去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两个人，我只想留一个，你们看着办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留在这宫中，妻子不是妻子，母亲不是母亲，人都会死的。放开我！你先去吧，少受点折磨。皇上，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。皇上。公公，疼吗？
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让我饶你也可以。当年太后怎么杀死李妃的？奴才错了，奴才全说呀！皇后已经下了打胎药。糊涂！皇上回来，肯定会追究那个贱婢肚子里的孩子，到时候后宫不得安宁。与其这样，斩草除根，刺毒药。是。李妃接旨。李妃，太后赐给你的，喝下去吧。李妃旧疾复发，出殡发丧。皇上，您说过的，饶了我的命啊！皇上，您说过的，皇上。笑话！打到死为止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这位公公，皇上去哪里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皇上一早就带着人去了其他宫中。去哪个宫了？不清楚。谁这么残忍？是谁干的？当然是皇上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小蘑菇就是我的皇兄，太让人惊讶了。原来我不是父皇唯一的孩子。乐平，你母后在什么地方？母后被小蘑菇叫去了。他叫你母后去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好像六王叔也一起去了。太后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想歇一会儿。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启禀太后，皇上驾到。知道了。皇兄来了。乐平，你先别出去，别见你皇兄。快，先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好孩子听话。快，先藏起来。老身最近老眼昏花，腿脚也不好。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免了。听说太后抱恙，做孙子的一定要来看看，这是礼数吗？如此，多谢皇上。皇上的心意领了，只是皇上日理万机，不要在这边耽搁太久的时间，否则哀家心里过意不去。太后，朕这次前来是想问一下15年前的一桩往事，听说太后也参与其中，想必太后你应该都记得吧？年代太久了，哀家记不清了。其实太后是最不想看见我的吧？一个15年前本来该死的人，现在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好。太后，我带来了藩邦进贡的延年益寿丹，朕特意拿来孝敬您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。
太后，一家人嘛，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啊！好个一家人，哀家就如你所愿。皇上，哀家在下面等着你。你这样死太便宜你了。启禀皇上，云香容越狱了。小蘑菇杀人了，小蘑菇杀了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重犯云香容越狱了。绳子不够长，你找这制片组，你让我减肥，好意思啊？将他搀扶起来。别动，小蘑菇别动，一点都不动，定死不动啊！一点都不动啊！别转线，千万别转线啊！好，够了，停3，停，好了，好了，小蘑菇，好了，没躺够呢，大爷。那再来会儿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涮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来。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谁啊？你哪位？志东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位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。那我要先干掉段飞。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解了荒愁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
水波。